瓜。今日我想分享一個故事，關於月字嘅。月，貓咪說：好奇怪的梯子，這麼短，怎麼爬到天上摘星星？小狗說：好短的鐵軌，小小一段，火車要怎麼開上阿里山？月先生慢慢穿上雲衣裳，開心的說：這個月的 X 光檢查健康。講起月，你今晚有冇睇月亮啊？唔知我同你個月亮一唔一樣呢？下次見，拜拜。